再来看国军汉光41号演习，初9就要开始，参三军部队要来展开10日9暝的操演哦，是以联合作战计划来做基础，这届是会以持久作战来演练，有22个关区嘛来参加避难演练。总统阮清德嘛鼓励国军哦，望讲会当来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。 备战一定毋是考核，国军顶现守护家园决心。汉光41号演习会伫初9实施，今年演习规模翻倍，有10日9暝。演习上定舰推到中共无清楚地带侵扰，艺术展开边战转换联合反定律，滨海甲滩华战斗，模拟强军登岛，国军投入创新功夫，持久作战，守护桃园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。另外，伫罗欧战争大出彩的无人机，国军正是精缩攻击无人机的10日击败操演。灰色地带应处的场地设计开始，以完整的时段，不加速战演比来实施各项状况的设计，因此会一直到核心地区的防御，整个10天9夜是完整的一个做验证。 针对中共可能伫汉光演习进前，也是操演期间，对台发动人敌作战，下酒平心，打击国军士气。国防部强调会落实积极反制手段。总统赖清德也伫汉光演习进前为官兵加油，指出国军面对敌情渗透、假性质攻击等无硝烟的战争做准备，也佫表示今年国防预算目标会达到 GDP 的3%。国军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赢那么单纯，更要思考如何防卫成功，如何运用各界物力与民力共同生存。 这摆汉光演习会结合城镇专心演习，有20个县市参与。其中，台北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会用无剧本方式演练防空警报发放，正是在咱抢救应对民众甲大型危机避难。 当日演习管制区的部分，有关相关的营业活动是暂时停止。那停止的时间的一个部分，会由卖场的相关的一个员工引导民众就近一个实施避难。根据经正数统计，全台有82000多个防空避难处所，会当容纳5483万华人。面对中共敌情升悬，军民同心，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